今日分享青富苑471車單位設計，全屋做簡約現代裝修風格。入門口做一個7字形獅字櫃，客廳入門口仲有換鞋區，側邊做電視背景牆、隱形門、餐邊櫃，一體式設計。另一面牆就全部做護牆板，搭配房間隱形門、格柵、金屬條，提升檔次。最亮眼就係換鞋區與電視牆結合，鑽石型主角玻璃櫃，實用又好睇。主人房做平開門，衣櫃做到頂連書着，地台床做5車，床尾仲有儲物櫃。次睡房做隱形門，兒童房空間做到書着書櫃，地台床做4車連床尾儲物衣櫃。廚房做玻璃門，櫥櫃做 L 型地櫃加吊櫃，仲有洗衣機位。廁所就做 PD 門醒空間，再加7字形洗手櫃加鏡櫃。大家需要裝修，歡迎 PM 我啦。